头山登来台湾，在地人在地前来到宜兰天上鼻这个所在，是以小火车来出名。这以前嘛是太平山深仁铁路其中一站。讲这即摆有新的算法咯，甲早期错树啊过程会用到的流笼、吊索啊，甲高空的栈道。 拍打造星空体验的行程，若要来考验到游客胆量，嘛会当互规身躯的筋骨来活动。吊伫索顶咧溜落去，非常刺激。那一个人会使享受，阁会使吹伴。少用这个来。倒头仔嘛无要紧，所有力同款会使起到目标。那胆爱在规身躯动作爱阁协调。 花博升空高空的索啊有12公尺悬，除了会使进行体能的训练，佫会使欣赏到南洋的美景。你在上面刚好可以观看整个南洋坪内，跟遥望我们的龟山岛。宜兰的天上比新体园区有真高的古典风，佫会使坐5分车踅园区。这是早期太平山新体便利线的其中一站，保存真侪错彩历史遗迹。 即马嘛将早期运送柴、吊索、栈道甲流笼转化做高空探索的室外设施，和老所在嘛有新生还。我试过唔知啊。骑上高台顶挑战自我极限，设施才开放无偌久尔，都真侪游客专工来咧体验，嘛好才变成三星乡上新的热门景点。